咪喐住，保持住你而家睇緊條片嘅姿勢先。話我知你條頸係咪向前傾緊呢？你知唔知你而家呢個姿勢係等同將一個7歲大嘅小朋友放咗喺你條頸上面騎膊馬呢？唔係講笑噶，醫學研究顯示人類嘅頭平時大約重12磅，但係只要你個頭耷低15度，你條頸負重就會變成27磅噶啦。你平時係唔係喺地鐵或者喺公司成個人縮埋一嚿低頭撳手機？咁恭喜晒喎，你條頸要頂住60磅嘅重量啊！物理治療數據仲發現，而家因為頸痛而求醫嘅後生仔有接近60%人條頸椎已經反弓，即係由原本健康嘅 C 字形硬生生拉直咗，甚至係反向添啊！頸椎反弓有咩後果？唔單止係條頸酸痛咁簡單，一開始你會覺得個膊頭好似硬過花崗岩咁樣，慢慢就會演變成慢性頭痛、手指麻痹，嚴重嘅話壓住條神經線，連行路都會失去平衡力啊！救翻條頸好簡單啫，由而家開始唔好再耷低頭撳手機，將部手機舉高到眼嘅水平線，每撳45分鐘就向後縮下個下巴，做雙下巴嘅動作，維持5秒，幫條頸椎減壓啦。唔好等神經線俾人壓住，手指發麻嘅時候先至後悔唔提早改善姿勢啊！